有一位同修他的体质比较敏感嘛，然后同修他在上班的时候会经常感觉到头晕，下班后就不会，他感觉是同事的气场影响到他。请问在念大悲咒的时候该怎么向菩萨祈求比较好？请师父慈悲开示。其实这种办公室人气场不好影响他的话，这种情况特别多的，只是很多人不知道，跟他一碰到就会头痛不舒服，这个人的气场严重影响他了。因为他们都是没有学佛啊，可能他们说的话那些啊，对，都不是跟他的很无聊一样的。所以像这种情况，最好自己跟菩萨讲，请观世音菩萨慈悲，给我智慧啊！我现在要避开这些非常无聊的话语，请观世音菩萨慈悲就可以了。